我係一個資深嘅紅藍戰士，喺澳門沉淪嗰幾年，見得最多就係嗰啲喺場輸到心晒，連靈魂都壓埋出去嘅爛汁婆。其實只要你肯俾少少籌碼佢哋就乜都肯制，可以同你舒服返一晚，真係又大又白又夠潤。澳門呢個地方空氣入面都漂浮住一股港幣同埋鹹魚味，係慾望同汗水搞埋一齊嘅陣除，聞久咗會令人上癮，亦會令人喪志。嗰晚我喺葡京酒店房入面翻嚟覆去都瞓唔着，個腦入面仲係嗰啲大路小路單跳連莊，好似有無數個紅點藍點喺眼前飛嚟飛去。記完樣就打算落去執場，周圍揈下，順便散下心。老葡京呢棵執王何局新留低嘅搖錢樹，從外面望落去就好似一個五顏六色嘅大雀籠，其實明眼人都知入咗去就係被圈養嘅金絲雀，生死由不得自己入得籠，就預咗要掹層皮。夜晚嘅執場依然係燈火通明，冷氣開到好似雪房咁，有人失魂落魄咁行出嚟，亦有人滿心壯志想入去搏殺。大家都以為自己係嗰個天選之人。我從執場東南位入去中場，呢度係人氣最旺嘅地方，雖然裝修舊啲，但嗰陣所謂嘅汁味最濃，陣陣煙味夾雜住贏錢嘅歡呼同輸錢嘅咒罵。見到有一張燈台圍晒人，嘈到拆天，簡直係想將個天花板都掀起我。呢個人不向睇熱鬧，不嫌事大，就埋去面樓下分子。只見一個後生女坐喺執台前，全身好似打冷震咁震個不停，低住頭喺度細聲喊，喊到梨花帶雨裝都花晒，睇落去既可憐又可恨。一個保安經理着住套深色西裝，面黑黑咁對住佢大聲咆哮：小姐，請你即刻交翻啲籌碼出嚟，唔係我就報警架啦！我撞下側邊個執客，遞支煙埋去問下發生咩事。條友接過煙，一副關我縮記嘅樣，指住個女仔同我講：呢個爛汁婆輸到眼紅，輸晒就搶籌碼，死都唔肯俾返荷官。爛汁婆就係咁噶啦，輸打贏要以為自己大晒，輸咗就當無數。荷官都冇佢辦法，唯有撳緊急掣叫保安。班保安素質都算係咁無動用蠻力去搶，而係喺度好心勸佢放手。畢竟喺咁多客面前動粗唔係幾好睇，壞咗周場名聲。雙方僵持咗成10分鐘期間，個女仔一直搖頭，雙手死死咁撳住張籌碼，好似嗰張籌碼係佢最後嘅救命稻草咁。最後阿 Sir 終於到場，兩個員警行埋去，分即刻嚴肅晒。一個女警拍下爛汁婆膊頭，語氣稍微溫和嗰啲話：小姐，我係員警，有咩事可以同我講？佢呢才肯抬起頭，滿臉都係愁容，眼圈紅到好似兔仔咁。女警查佢證件，佢仲震晒咁用喊腔問：我會唔會坐監㗎？籌碼我可以俾翻你哋，可唔可以放我翻屋企？我想翻屋企。原來呢個爛汁婆輸到連翻去嘅路費都冇埋，生得咁標致，睇落去20幾歲，真係令人惋惜。生得一副好皮囊，偏偏執迷不悟。最後佢交出嗰張呃到出晒汗，已經變咗色嘅1000蚊籌碼。針場方面見，佢都係一時糊塗，決定唔追究刑事責任。呢個爛針婆算係執到。如果當時佢心存針篷往針場外面跑，性質就完全唔同。搶劫同經濟狗粉係兩回事，到時真係神仙難救。最後佢被帶走，雖然話係可以翻屋企，但其實係由移民局遣返出境。未來3年怕且都踏唔進澳門半步。喺澳門3年時間可以改變好多嘢，但對於一個針徒嚟講，3分鐘就可以輸晒一生，甚至連尊嚴都輸埋。針台好快就恢復翻秩序，好似頭先嗰件事完全冇發生過一樣。執客嘅血係冷嘅，除咗嗰張牌，乜都唔關佢哋事。我換咗10萬籌碼，喺手裏金下沉甸甸嘅，開始喺各張執台揾自己心水嘅路。我呢個人中意追長莊，最怕係嗰啲單跳路折磨死人。突然聽到附近有一張台傳來一陣頂頂頂嘅大叫，聲勢浩大，好似要助威咁。我即刻快步埋去呢張台，逼滿晒想發財嘅執客開牌，結果一出係12口連莊，簡直係天怒。我舉高籌碼過頭頂，交俾前排位老友代勞落注。
所有老友都齊刷刷壓晒落莊度，氣勢如虹，好似贏定咁款。坐喺 C 位負責尾排係個平頭莊，睇落去穩穩陣陣。佢落注最大，孭住全台人嘅希望。女荷官派完牌，平頭莊唔急住睇先，睇下兩張牌嘅側邊，兩張都係四邊。佢抬頭望下天花板，又望下圍觀嘅人，好似喺度同神靈棋沙咁。然後同班長講：班長你開先。女荷官面冇表情，翻開真牌，一張 K 一張 Q 零點平頭莊，深呼吸一口，額頭已經漸出不易察覺嘅汗珠咧。鋪牌起碼涉及幾百萬上落，佢起埋身做咗兩下框空運動，大家見狀都醒目讓開少少位，好似要俾空間佢發揮神力咁。佢飲咗啖水，撥下個平頭，先至坐翻低，重新拎起張執筆黑牌。我哋喺後面一聲聲嗌吹吹吹，希望將嗰點數吹走。平頭莊第一張莊牌翻開，係張紅桃10，吹唔走。佢慢慢翻開第二張，又係10。依家莊根都係0點，要睇補牌點數，氣氛緊張到極點，連呼吸聲都聽得到。荷官將莊寶推埋去平頭莊前面，佢輕輕掀開一個角，即刻興奮到轉頭同大家講：回退，有腳係四邊。我心諗開咗兩張10，再補一張10嘅機會好低，呢口9成贏，大家已經準備好收錢。平頭莊昂起頭挑近個女荷官話：開漢寶嚟見我班長。小班長女荷官亦只係淡淡一笑，翻開間寶係張 J 0點對0點，結果莊家寶牌要出嚟，平頭莊好緊張咁將張四邊甩出嚟，點知成張台都靜晒落針紋星，又係張10莊近都係0打和，平頭莊即刻爆粗調咁都得。大家見斷咗天路，紛紛拎馬散場。所謂樹倒話鏈散，原本逼滿人嘅台瞬間冷清晒。我繼續喺場入面周圍揈，想揾下一條路。經過一張台，聽到個女人喺度抱怨，話有冇搞錯，路牌都唔準嘅。佢一轉身就撞入我懷入面，力氣仲幾大，將我手上嗰啲籌碼撞散晒喺地壇。我低頭一望，佢着住件低胸衫，真係一覽無餘景色小人。我話靚女，你個大胸撞到我喎。我低頭執馬，佢冇道歉，反而蹲低身幫手。我未反應過嚟，佢已經趁機領咗我一張1000蚊馬，快步衝去落注壓莊，已經封盤開咗，莊6近7插消殺晒。我火都嚟埋，質問佢靚女，玩我張馬，佢竟然不慌不忙，面兜埋我耳邊，陣陣香氣剝鼻。佢話我剛才差少少運氣，你再俾多1000我，如果呢鋪都輸，今晚就去你房陪你一晚當還債。我仲猶豫緊，佢已經喺我手上定走多一張馬，消失咗喺人海。我對着佢背影大嗌我個房號，還加多句我喺房等你。其實我當時已經冇晒心情繼續賭，老都係佢剛才嗰陣香水味同埋嗰對大胸。我竟然喺心入面希望佢輸晒嗰1000蚊人，就係咁奇怪。色字頭上一把刀，花2000蚊喺澳門收到架咁極品嘅車，點都好過搵企街啦。我返到酒店房，特登去沖個涼，刷乾淨啲牙，洗走陣執腸及味，噴翻啲男人味香水，換件浴袍。睇下時間已經凌晨12點，房入面部電話一直冇響。我喺度諗佢係咪贏咗錢走咗，定係單純喺度吹水呃我2000蚊？爛執婆嘅話真係信得過豬乸都會上樹。點知門鐘響，我心入面一喜，開門竟然係送餐服務生。我訂咗支紅酒同宵夜，心諗可能真係被呃咗，當買個教訓。送走服務生之後，我一個人喺度飲悶酒。過咗大概15分鐘，門鐘再響。開門真係嗰個大胸妹，佢入到房，成個人顯得有啲攰。我問佢贏咗定輸咗，佢搖搖頭話最後嗰口差啲開咗個打和，跟住就斷咗。佢話佢叫嘉欣，係澳門人。我呆咗，我一直以為佢係大陸過嚟搵食嘅，佢竟然有永久身份證。嘉欣話佢以前係中山搬嚟，嫁咗嚟澳門，喺州場做過荷官，見過無數大風大浪，亦見過無數人為咗張牌傾家多產，但偏偏自己跳咗入去。我唔關心呢啲，只係關心佢之前個承諾仲算唔算數。嘉欣好主動，佢坐埋嚟，眼神迷離。佢話不如我幫你代打，我做過荷官，睇路準過你，知道執上啲套路。嗰2000蚊當我第一次出場費，
以後贏咗我抽二成。我雖然知贏唔到執場，但男人就係咁，見到靚女就無晒原則，打算用少少錢試下水。嗰晚房入面火光四龍，嘉欣真係好主動，佢好似要將執場輸咗嘅氣都發洩喺我身上，咁瘋狂得令人窒息。第二日我哋好似情侶咁玩住手入枕場，我交咗10萬籌碼俾佢，嘉欣喺場入面行咗幾圈，好跟神，佢落注唔多，但勝率真係出奇咁高，好似識得同副牌溝通咁，每一口都好似經過精密計散，打咗2個鐘，居然贏咗3萬幾，我讚佢犀利。佢叫我去買咖啡，返嚟發現佢又贏多1萬，我開晒心咁殺咗佢一啖。男人贏咗錢，真係乜都得。覺得全世界都係自己嘅餐廳食飯嗰陣，嘉欣主動幫我夾菜，語氣好溫柔話：豪哥，你信唔信我？如果你想贏大錢，就要趁熱打鐵，50萬本金衝一衝，我有信心幫你贏返之前輸嗰啲，到時我哋相宿相度。我當時被佢哄到暈陀陀，覺得佢就係我嘅財神，但仲剩返少少理智，我話等我想想先。佢見我唔即刻答應，就開始面黑，仲話我膽細。第3日我再約佢，佢對我愛答不理，我就用籌碼誘惑佢，我話我有50萬，先俾5萬，你做佣金，無論輸贏。佢一聽到5萬，雙眼即刻發光，變咗隻貓咁黐住我說話，語氣都變咗，撩滴滴咁入到場。嘉欣狀態明顯唔同，開始飆，可能係覺得佣金到手，已經立於不敗之地。最高嗰口佢壓咗3萬，臉不紅氣不喘。我提醒佢見好就收，佢竟然話濕嚟嘅仔唔怕跌，搏一搏先有驚喜，輸咗咪當冇贏過。後來佢帶我去貴賓廳話，呢度風水好，冇咁嘈。入到去見到一個黑仔執黑，個黑仔壓莊，佢就反壓奸。呢招真係見效，我手上籌碼變成咗60萬。我當時真係以為可以靠佢翻身，贏翻之前嗰100萬。最後喺張無人台，嘉欣竟然開始同個女荷官鬥氣，兩人眼神交縱，火藥味濃，女荷官飛咗幾口牌，嘉欣就喺度單打話人哋手風唔順。最後嘉欣直接壓10萬斤，我當時個心跳到想爆，手心出汗，叫佢唔好咁激。點知個荷官居然識，嘉欣冷笑一聲話：阿玲，你仲未戒酒啊？仲帶男人嚟輸錢？嘉欣面色之一變，死撐話：關你咩事？開牌啦，你驚我贏啊？嘉欣以為贏定尾牌嗰陣仲好自信，好似志在必得咁，點知莊家最後補牌開個9點，絕殺一鋪殺晒我。當時腦入面一片空白，好似雷劈咁壓喺張凳度。嘉欣居然面唔紅心唔跳，仲想推埋剩低嗰20萬，話要加倍翻本。我即刻搶翻晒啲籌碼，佢仲發老脾話我無契約精神阻住佢發達，話剛才只係意外，我火都嚟埋，之前積壓嘅怒火一次過爆發，大聲吼佢滾啦！你個八婆輸咗我咁多錢，仲喺度吠。嘉欣見我真係發火，拎住嗰5萬佣金罵罵咧咧咁走咗，頭都冇回。佢走咗之後，個女荷官先同我講真相，語氣充滿同情。原來嘉欣以前真係佢同事，但因為違規喺下班時間代打，仲喺台底偷籌碼，被公司炒咗，兼入咗黑名單。佢23歲嫁嚟澳門，拎到永居就離婚，目的就係為咗留喺度繼續打佢，根本已經無可救藥。佢利用代打去賺錢，其實係為咗滿足自己嗰個填唔滿嘅無底洞。佢帶我贏嗰啲只不過係運氣好，佢最後嗰口激進係因為佢已經控制唔到自己嘅魔鬼。我坐喺老葡經過大門口，望着出面閃爛嘅燈火，突然覺得好悲哀。呢度嘅繁華其實係建立喺無數人嘅痛苦之上。呢個女人心機好重，佢將我當成咗佢嘅賭本，而我竟然仲以為自己執到寶，探圖嗰一刻嘅歡愉。喺澳門呢個慾望之都，女人嘅針局入面，男人其實只係最大嗰嚟籌碼，一旦輸光連渣都唔剩。我拍拍褲頭，拎住剩低嗰10幾萬，感覺到澳門嘅風吹過嚟，帶住陣陣涼意直透心底，我頭也不回咁走向關板。呢個雀籠我以後都唔想再入去澳門，真係唔係一個可以談情說愛，更加唔係一個可以寄託希望嘅地方。